是因小生你心不我，不知小弟可有什么言语？我家小弟我要听听委屈，取名红娘前来豺狼先生，那是今真不是一岁之看来不管是谁你的先生。小弟既有接连之情，红娘的小生有一事情，万劳请我到位。什么事情？我不会打气。为了什么？小弟要是去了什么大事啊，一定要拜了你，再到红娘自被玉骨一落雨，你管他干的哪了嘞？那是一像是去查了，那样里来我红娘先生。小弟绝不为此事，这是红娘子不肯替我打罢了。红娘子，且把因果方面，小生知道今晚多多留点。你在四目中有一次，被我马龙一家子，叫什么金马都给家，难道我不没东西来到此？我虽是女儿有志气，我爱谁我已经是你在身，可怜我是不可怜是，也许我是爱人的家。刚才是我可开口，红娘子啊，你的可怜我这个不灵子。时间晚了，你快去洗脸。花前我表示，李大夫也把句是不顾人我的苦相思，家在今天转心事，也做了红心报应，又加上鸳鸯红娘子，事情万劳到位，请红娘子替我用心为意。先生放心。